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时间，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
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
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不醉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
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永远的爱。耶稣，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这世上的苦难，像海浪不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
来，第一站，好，预备，来。你那条会去希望，我就进那来观察，有主看了就欢喜，下面尽是他努力。难怪一撒条，难怪一撒条，难怪一撒条，为谁心爱万赞。大家真熟的歌，总是搁甲咱提醒一下，速度唔好家己慢来吼。你注意一下，那个速度保持你的速度，不要跟着他们慢哦。咱这首诗的，咱大家真熟伊是重点过来就是歌词的内容，咱爱家己爱去用心体会哦。过来，咱来看另外一首43首。43首，人对我讲，打咱来去，咱来听琴的声。再慢一点，速度再慢。来，咱那个听一遍，速度实际上唔好遮紧，这3拍的。来。来，照这个速度，咱来唱第一节预备，来，人对我讲，打咱来去，主耶和华的主，他是我心高洁欢喜。这首诗较困难的所在是第2行我心高极欢喜，这几音甲咱的习惯无共款所以咱加唱几遍啊。那个速度再稍微快一点咱注意一下，伊这个3拍3拍咱迄个节奏爱调好，调虽然无真明显，但是伊迄个节奏感还是爱好出来，安尼咧唱才会顺，才会顺。来，第一节，迄个歌词先甲咱提醒一下。第一节，咱看第2行，我心高极，毋是至极高极欢喜，烦恼一尽消除，毋是一尽是一尽。来，咱过来唱第一节，准备，来，人对我讲。咱迄个速度调稳，再刚那个速度你再快一点点，再快照我的速度。来，咱来看第2节的歌词。第2节的歌词迄个咱看第2行，咱看第1行的上尾啊，迄个声这可能较困难，声受起做你若用歌词来念，声受起做毋是声受是声受起做。
联络，加这个字啊特别注意，追整，毋是交整，是追整，甲咱咧交床、交臂无共款，这是追整。若会晓背字的兄弟，你小可看着你就知。追整选民学到敬拜，来，咱来唱第二节。来，兄弟相相呀罗萨流，万来我里等来，下修其中联络追整，选民学到敬拜。来，第三节的歌词，伫遐这较无问题哦。迄、个啊，过来第一行第二句是属大笔的家哦，大笔的家。来，咱来唱第三节。来，伫遐诸世心破不住，是上大笔的家，这心下祈求平安，叫你永保无缺。来，第四节，来看歌词第二句，第一行第二，愿你将来安乐哦，将来哦，过来为阮东坡伫迄中间哦，伫迄毋伫遐，伫迄中间哦，来，咱来唱第四节，第四节吼，第四节预备来。愿你下来永守平安，愿你永来安乐，为阮东坡的中间，愿出是阮所好。唱到遮来，你有感觉倒位较有问题无？第一行的上尾啊，最后一小节，两拍接一拍，伫遮咱拢会习惯吼，拢会家己拖较久，哦，迄个拍数咱家己调好，安乐位，哦，迄第三拍就爱搁接落去，过来。第二项的，阮东坡伫迄中间，迄个是迄毋伫遐，哦，有人拄好安那唱伫遐，哦，请咱特别注意发音，注意发音。过来，咱来看第五节。第五节的，咱看歌词的上尾啊两字，帮助，伫遮毋是帮赞咯，是帮助，哦，可能迄个。PPT 咱看歌词哦，帮助毋是帮赞哦，请咱特别注意这两字。来，咱第五节来唱这，来，未来相会就好，吉祥的祝愿我陪陪你有多。咱历史到这。
兄弟平安，咱要即日要来开始咱的礼拜，为着保持礼拜的庄严，请将咱的行动电话来设做静音，也是关机，请听福音静声。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我将你干净的话做永远的基业，永远尊叹直到到尾。咱来吟圣诗第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遐济。头拄咱认为即首诗歌，你若欠缺真失望，这是吴威廉牧师娘，看到吴威廉牧师伫双连教会咧牧会，拄着侪的困难的时阵，伊特别写即首诗，内底有真水的歌词，咱用心来体会。当教会普世教会面临着这疫情的时阵，咱会看到讲人数也是愈来愈冷心的时阵，希望这首歌、这首圣诗会当帮助咱，互咱互相勉励。咱要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少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受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圣道的上空，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咱来交托启文，启文第25，字篇120篇。正诗的后壁名，启文第25。我来启，请咱兄弟来。启文25，我要夜目山。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伊无互你的脚摇拽，保守你的是耶和华。伊是太阳无上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同心额头来祈祷。创造的天父，历史的主宰，阮感谢你的恩典无煞，正是阮的囝儿女，搁一届伫你的宝座前，学乐你至圣、至尊、至大的名，愿万民拢称颂你。阮也要恳求你赦免阮的罪愆，阮伫你的面前是罪恶满满的，总是阮也感谢你，用主耶稣的保护洗清阮的罪愆，搁一届。甲上主你好，阮感谢你的恩典无煞。阮今仔日在纪念笃行设立65周年的时阵，阮感念阮的信仰的前辈。因怎样来开拓一间教会设立伫遮？阮的姐姐，阮的时代，阮的前辈伫遮播扬福音，开拓利益伫即个地区，
伫即个历史的时刻，阮也要求你圣神帮赞引带阮的兄弟，阮着思考伫历史的承接的时阵，阮今仔日坐伫遮，阮恳求你带领，互阮的兄弟心中有一个愿望，报答主耶稣的救恩伫阮逐人的心内，阮着怎样来做？当世情有侪的变化，有疫情，有战争，有经济，甚至伫科学上，阮有真大的进步时阵，阮要哪向人讲，至好朋友就是耶稣。主求你帮赞，互阮领受这个至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耶稣。我将我的好朋友要介绍，互我的四周围的人，互因同齐来担这个福音的滋味。主，阮恳求你，伫这个历史的时刻，你圣神引带带领，阮独行，搁后一个65年，搁后一个65年。主啊，求你带领阮，阮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求我好了，建歌队要用记好朋友就是耶稣，互咱来学罗上。
愿主耶稣成做咱大家的好朋友。讲到今仔日蔡牧师要用我的存在来证道。哦，对，还未读圣经。咱来强守上帝话吼。圣经诗篇，旧约诗篇122篇到23篇，丰富去吼。来，咱来看圣经诗篇122篇到123篇。我用台语和语本来读伫677页。诗篇122篇到123篇，我做一遍来读。诗篇122篇，上家的诗，大笔所做的。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阮的脚徛伫你的门内。耶路撒冷受起造，亲像联络整齐的城。这个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照以色列定着的例，上去遐要学老耶和华的名，因为伫遐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笔家的宝座。着替耶路撒冷求平安，见若听你的人得确安乐。愿你的城内平安，愿你的强大喜乐。因为我的兄弟甲同伴的缘故，我要讲，愿平安伫你的内面。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的厝的缘故，我要替你有福气。123篇上家的诗，坐伫天顶的主啊，我夜目望你，看啊，做奴仆的。的目睭怎样主人的手？做女婢的目睭怎样主庙的手？阮的目睭也照安尼耶和华，阮的上帝，直直到伊临面阮。耶和华，可怜阮，可怜阮，因为阮互人看轻，已经到极。阮的心，互遐个拉营的人冷笑，互骄傲的人看轻，已经到极。现在，我心坚坚来顺从，我心正在对你应供，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坚坚来遵从，我心情在对你应供，提醒我。老师今仔讲到的题目是我的存在。列位所敬听咱德行教会正中集，今仔日的圣歌队，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真欢喜受邀请，今年是第2遍来徛伫这个所在。顶个月7月24，我就开始用诗篇。上家的诗，甲咱三甲来勉励，这是代表意爱要为着上帝来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总是上帝无允准伊，总是讲，虽然我袂当去，总是我会当将我的心意来表达，我会当为着圣殿来讲出我的构想。来准备我会当准备的材料，
我会当来想，我对起造圣殿的期待，我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所以，第诗篇120篇上行的诗，就是人要来耶路撒冷敬拜时所吟的诗的头一首。这个开始就讲耶和华，愿伫危急求叫耶和华，我伫危急求叫耶和华。所以顶一遍7月24，我用的题目就是我的情景，我的情景面对伫危急的中间，我的情景面对四周围有真济诈骗集团，有个人表明真好意，互你得到利益，要带你帮衬，背后有真恐怖的代志伫遐咧发生。我的生活，我的性命也面对迄个极其软弱，所以伫遐咧后叫讲我的帮衬对倒落来。各位兄弟姊妹，对7月中9日今仔日。伫台湾的社会，敢无拄到迄个极其危急的情景嘛？敢无迄个歹厝边，坐无人机，坐船，伫咱的四周围咧踅来踅去，啊，搁咧社会弹，毋若干那咱着急，世界真侪民族国家嘛，着急讲，这是毋是会造成战争？另外，伫即个中间，咱嘛有看到真侪欺骗的代志，侪少年人，无论查甫查某，爱要趁较侪钱、较方便的生活，啊，就走去到伫落伍的国家，啊，去一个去，煞毋知要安怎转来，真凄惨。我想，毋若干那遮个人欺骗，伫咱的社会。所接到的电话，咱的手机啊，常常有迄个欺骗的代志出现。咱嘛会去拄着讲，咱真孤单，毋知要对倒位来敲找得到帮衬。特别伫2年前，即个武汉的肺炎爆发的时阵，咱嘛无疫苗啊，咱已经未赴来开发啦。咱4个咧敲找，别个所在拢咧大爆发，好佳在台湾还未大爆发。当台湾要大爆发的前，头一个协助咱的是日本，后来美国欢喜帮衬咱。各位兄弟姊妹，当然毋是讲你有钱就买有呢，我的帮衬对倒落来。所以顶一遍是甲咱三家要思考，我活伫这个世间，我的生命，我的情景是啥物货？台北的时代所咧描写的，今仔日伫咱的生活中间，犹原共款咧出现。但今仔日也草拄坎是咱的教会释教的纪念日，我就用一个题目叫做我的存在。为什么？咱的母会柳湾教会伫65年前，爱要来分析都行教会，我感觉真趣味嘛，感觉真特别。这间教会也未说的大声，母会就替咱敲找地点，就替咱敲找买一块土地，啊嘛替咱。意思讲，囝都还未写成台号名，无笃行对无？哦，对啦。伫文字上、历史上写，啊，都伫笃行路附近啊。啊，若伫笃行路附近，敢无应该爱号文化教会咧？咱就伫文化街咧，甲号笃行文化嘛袂歹呢。其实伫背后，我捌看到柳湾教会。早前的小会记录，讲阮真少年伫早前伫阮中间
久久伫遮台湾牧养高准明牧师的亲人，高中的囝高笃行，迄是真正的动机甲态度啦！你伫即仔，你Google查高笃行已经离开咱60年久啊！你还阁查着即个高笃行即个人，伊伫世间做侪水的代志，伫教界做侪好的见证。另外，拄拄伫宣教的纪念日，上帝用我伫遮甲咱三个来分享，用诗篇122篇甲23篇，甲咱三个来勉励我的存在啊！伫历史的时点的中间，上帝互我伫迄个时刻存在。我咧回想我一生牧会。前后拢总38年久，有5年的中间，伫咱笃行的中间，我感觉这个5年是相当的精彩。迄个精彩最起码伫当时有真互咱钦佩的这名有长老，嘛有名有执事呢。你敢知名有执事啥物人？其他的教会无有名有执事呢，敢若我来遮笃行较有看到咧，就是去即间礼拜堂的妈妈啦，啥物人？素单素美执事啦，捌看过单素美执事的人举手。哦，安尼有哦，还袂少，好放落来，放落来。早前就是有这个热称赞长老啦，廖美长老啦，廖美长老是。礼拜堂起好咧期待，伊会当参加新的拜堂的礼拜呢。会当参加新的拜堂的礼拜，伊偌欢喜了呢。为着要欢喜讲，牧师啊，新的拜堂若起好吼，啊，这大礼招若铺好吼，啊，要做礼拜前吼，互我来教会留涂骹啦。特别讲，我若袂当留全部，上好嘛，讲台互我留一个就对啦。无拍算讲留一个吼，毋知即个坎啊，遮大坎，留一个手骨煞长去呢。我印象足深，为着主热心做工，会跋倒袂？会受伤袂？会做工做啊流汗，互人嫌啊流烂袂？会啊！啊，你着爱徛在啊！你毋通用因为安尼来埋怨上帝啊！啊，我为着听你的付出，才才会拄着安尼。你毋免甲上帝计较的，上帝的祝福满满。特别长老的查某囝去开设搬顶教会，伊的孙去伫婚林的一间教会，35年来拢无传到遮，伊的孙。去伫遐正经讲，啊，都无人要来，我来。啊，一个正经了10几年，已经教会敢若青年30-40个人，你伫Google顶好找啊。咱也想想，廖美长都无看到伊的孙做遮济水的工啊，总是早前的信仰。特别我要勉励咱的兄弟姊妹，这段中间无传到，这是恁来去判一篇文章啦。写这篇文章的人吼，是伫5月全台湾真出名，举一条椅啊，毋是举扫帚哦，举一条椅啊，将迄个香手安尼那扑落去哦。迄个人啥物人？伫美国。咧聚会中间，迄个香手党对后壁来门拢甲你关咧，啊，穿起来暗算要伫遐，要甲恁总招买呢。啊，宣信牧师请休假，等于伫伊原来教会。那像我等来伫咱的教会遐弟姊妹，真爱甲我讲话共款。迄个到伫遐食饭了，搁伫遐煞接聚会，迄个香手，讲啊那台中一中出身的呢，迄敖读册呢，搁大学的教授呢，啥物食台湾米、台湾啉台湾水的人，讲去遐咧抬台湾人啦。
迄个头一穿跳单鞋，迄个是医生呢。迄个医生阁有武术，骹手真紧去撞咧，安尼用伊的人肉呢。我著爱介绍，真多谢，即个是志龙张老娘吼，画啦，编的就对啦，去请遮历代捌伫遮做工的人写文章。张宣信牧师伫王明仁牧师离开了后，咱去请一个传道师，咱新啊生啦，咱亲像7月8月，赶紧请一个新啊生，讲阮遮无传到遮，你来吼，来袂毕业无要紧啊。阮丢了了袂丢了，为天使丢了，徛迄台古董的奥多摆去火车站来载，对火车站再等下再来教会啦。迄阵都住伫迄边啊，即间还袂起咧，伫迄边。就开始做工。你若干那看，伊讲做2个月了后，讲大家足欣赏的，讲安尼啦，我要甲学校讲啊，阮都还袂请着聘请着同到遮，你阁继续啦，伫遮1年啦。隔年上帝台备办要结婚，讲咱教会讲包游览车去参加何美伊的结婚式啦，伊种遐拢描写，伫迄内面的名吼出现20-30个人，我无时间通伫遐念。安尼代表讲，这个人伫张宣信牧师的心目中，互伊留了真深刻的意义啦。拄伫无通到遮的时，你我咱大家。搁较着当心来想，有真济代志咱会让做。你看迄篇文章啦，我都定啊吼，实在是无时间读尔。伊题目叫1/30的回忆啦。迄个是即本册是30周年的特刊，我伫到兴教会30年的中间只有1年啦，所以就干那1/30吼，都遮尔精彩啊！哇，我就安尼一直夹笔，一直画啦。另外遐个姊妹。我的存在，伫历史的时刻，的确有伊好的意思。你毋通看见讲，我这已经70岁，我这已经80，我甲上帝讨90岁，搁剩1年外就时间就要到啊呢。咱中间会知有一个姊妹甲我讲我甲上帝讨90岁吼，我这都已经要89啊，剩1年外，我1年外嘛会当做。水的代志呢，我的学生嘛达上帝求我，阮真毋茫蔡牧师会当活到90岁呢。你要写起，90岁比咱台湾人的年岁搁较济啊，对无？平均年龄81嘛，查甫的咧，查甫无到80呢，查甫到77尔咧。我的学生10年前讲，阮毋茫蔡牧师会当活到90，我吼迄个时代2012年，我好你来写起。你来替蔡牧师祈祷，互蔡牧师活到90，你好无？好无？好哦，无啦，你若要叫我写吼，我得搁加一字。2012年，要让我跟蔡牧师活上30年。这里活上，这里上吼，偌好用的呢。心偌平安的，若无迄日送吼，上帝，我来讨90的时间到啊，咧我就要定活送吼，阁有目标。另外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的存在是啥物？咱咧读诗篇122篇。我先讲我今仔日要讲的，后头来我的大纲。人对我讲。咱来去耶路撒冷，来去圣殿，我就欢喜。我第一段要讲，咱着互相招呼，真生生实实，真有热情。拜堂毋是伫遮起咧好看，拜堂是互相招呼，咱来去。第2点。我的脚徛伫耶路城门内，我的脚踏伫即个内面，我的脚踏伫即个内面。咱今仔日每一个人拢是用行路入来，有一个是坐轮椅，
有一个是夜观啊，无论怎样，伫你的心境，我真正踏伫这个所在。所以我透早4点起来测试，我咧想着这讲，上帝啊，我感谢你伫迄个时阵有遮尔优秀的中职同工团契会长，阮组成的建定委员会，阮毋捌冤家呢，阮大家真担心。我今仔想起来，我要去2800万，结果去到3600万，佮加碰800万出来，结果会友的奉献达到2800万，欠600万至800万，无回照。照我所知，无到10年，咱就行了啊！无到10年啊！我相信迄个时阵的建定的委员中是偌令担心，所以我的脚伫遐，我就认同迄个教会啊！我咧做民望，我毋知影我是毋是有机会踏入去遮，所以9点20分，路长路金市长咧敲电话给我，找无即个蔡牧师走去倒位。蔡牧师走去哩5楼顶6楼，逐楼拢去放尿放便所，其实是咧检查便所有清气无啦。我咧去看每一站，到底即阵啊是咧变啥物梦？哦，佮听到厝尾顶他拄啊迄个钟声佮会弹，你敢知影啥物人去？开车去买迄粒钟，迄粒钟啊，若都要到100公斤，请即个蔡牧师去斗摸的咧，去到高雄小港人咧跳船啊的所在，第2场就开伊的车去载迄粒钟，安尼转来咧。各位兄弟姊妹，第一点我要讲，你是毋是有热情，会晓甲人互相招呼？第2点就是你的脚是毋是踏伫即个内面，也是双脚踏双船，一脚踏内面，一脚踏外口。啊，你的脚若踏伫遮咧创啥？你有认同？你有定金无？第3方面，你会晓欣赏即个殿。除了是硬体建筑物以外，也阁有软体耶稣基督的身躯，有小会、中职会，有各团契。我也阁看过后一个啥物四海，那四海是人咧卖四海游龙的四海，啥物四海我毋知影。哦，阁后一个，无要紧，看你要号啥物名，较要紧就是你伫即个内面，你有去看到。代笔有去看到讲，我咧想象，我确信耶路撒冷的城是受起造，然后安怎联络个经济城？什么叫做联络？咱今仔日的小军长了邀请过来去开2遍，就是你的神经系统联络了无好势啦。地甲互你的尻川皮真疼，坐啊疼，倒啊疼，徛啊疼啦，迄叫做神经系统，中枢神經对无？系统啊，即间教会吼，电话、电信的系统，你嘛斗插手有着有无？有无？你看伊咧点头，我印象就深诶，这叫做系统。咱的身躯有真济，除了肉、筋骨、骨头以外，有迄个神经的系统、免疫力的系统，有真真要紧的。迄个系统啊出问题时吼，你就足艰苦的啊咧，你就失去真济功能啊咧，毋是你大箍背好看头咧。代表讲，这个城是联络甲经济，所以迄个联络是功能性系统的功能性，互相有联络，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特别这段无通过，这是在咧考验咱的小会中间各小组、各团体，恁互相毋是个人做个人的代志，咱的系统、咱的中心是尊主最大。功能什么叫做？迄是。联络，佮有一个结果，经济什么叫做经济？来，咱来看，咱的礼拜堂听
条啊，就是条啊，牛就是牛，啊，这为着这吼，就爱偌用时间，你敢唔知影？3日前吼，咧用这个传播，等一个咧老母荣耀咧报互人看，迄个赖正爷因老爸是应做真高，咱请伊聘请伊做监工，无拍算。咱咧控3楼、半楼啊，这间牛，迄一站咧先控了第3天来一个3级半的地动啦，3级半，蔡牧师啊，第3天阿门头这个控股力还未完全定咧，这拆起来了，唔知比啥物款，咱来通知营造了这2天咯，停工照起工，停工了，检查个无个，搁请建筑师工会来鉴定讲，这个牛会使，啊若袂使哦，就搁卡起来，好卡起来就大事啊呢。安尼有照起工无？有照起工呢。迄个听讲赖正爷嘛，已经做长了是无？正爷你人伫叨位？哦，好佳哉，你遮坐伫遐，你都会记得。迄只牛吼，为着你的爸爸讲话了，停1个月无去呢。啊，迄个无去是去互感动了，讲安尼这只牛有好势，所以你看这只牛有比无？啊，有搁加强无？无啦。哦，我看到伊遮好去，我迄个时啊去保利基督教，保利营地咧负责去礼拜堂，我做当时咧去礼拜堂，咱遮若去，你看迄间，像咱遮安尼遮大间个咧。啊！打咧控股你啦，拍涂骹平啦。我接到营造兄的电话讲，错无错，惨嘛咧！啊，这营造达咱空落去吼，无够磅数啦，爱3000磅，干那1800磅，欠1200磅，啊，要安怎讲？要安怎问你啊？啊，那我吼上介好吼，伊规个拢地基遐个空个拢卡起来啦。拢卡起来啦！哦，啊，就去请迄个人咧营造的人来讲哦，啊，卡起来拍算啦！啊，无阮对顶悬，搁来加铺一层啦，会加铺一层较简单对无？哦，啊，你卡掉嘛是爱铺，啊，我就直接加啊，你加铺一层，啊，你加强就对啊啦。伊讲加强夹了袂好势，要安怎？规个总卡。好佳哉，规个总卡，啊，若无921的时阵哦，贾伟赢伫迄间礼拜堂头，砰，规个拢倒落去。你毋知影921我为虾米会走入保利救灾？我就是要看，向当时我伫遐负责去即间拜堂的，有去互猫落去无？结果无猫落，含隔壁的楼梯，隔壁个电器，迄个楼梯遐有笔痕。主结构拢好势好势，这叫做照起工啦。联络耶路撒冷城受起做是联络经济的城，联络我搁讲一遍，联络是功能性的系统。啊啦，这最近吼，我毋是咧讲过，咱的这个智能电脑这方面若袂歹。然后迄个厝会漏的吼，水袂通的吼，找这系统伊会当处理，这系统。啊啦，结果经济就爱照起工来为，今仔日要找迄个照起工、照步来这单位嘛，无，那单位叫做照起工、照步来，啊，这种的时代啦。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学师啊，都要学3年6个月。我你学几工啊？就要想要学飞啊！各位兄弟姐妹，怪存在就祝福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会当真兴旺，耶路撒冷听你人咯，人得到平安。今仔日这个敢不是咱的祈祷吗？咱为着德行教会周年的庆祝，来咧祝福德行教会历代伫遮用心的忠职传教者，佮团契兄弟姊妹，互耶路撒冷
互桃园教会让这个兴旺，而且敬畏上帝的人会当得到平安。我为着疼上帝的人来望恁拢得到平安，安尼对无？对啊，咱互相祝福啊！我甲听着讲，当时伊无啥伫开会中间无啥会讲话，总是有一个人伊甲我讲，蔡牧师啊。新的拜堂啦起好吼，看板我来负责啦。伊讲啊，看板哦，看板吊伫头前，看板知影意思无？招牌嘛吼。我安尼吼，遐当时啊隔壁也无去2楼3楼吼，这边吼对迄个大雅路，这叫做啥物路啊？中清路是无？对遐地方看到教会呢。我说这边吼嘛，着爱来写迄个一字吼，最少差1公尺。90公分安尼到行基到丢落教会，啊对这边安尼啊，好远的人有看到，讲伊要负责，啊若做看板，伊做甲车人来倒吊，我亲捌看到，伊爬去土尾顶，迄泥儿墙的所在，吊一个铁架一个铁篮，啊人拢跳入去伫迄个铁篮内面。啊，踮遐拢踮壁，踮遐画，哦，都行。啊，那画，啊，然后油擦撒起来，就开始在擦啦。这个字敢伊做的，是无？毋是啊，已经有第2代啊，就第2代老三结长老啊，就对啦吼。哇，你有啦。遐字我毋知，我才看无，总是我印象真深。主动甲牧师讲，牧师啊。啊！我开建堂我嘛无啥物意，毋知要安怎表达，啊，毋知要创啥个，啊，无看板啦，啊，若起好吼，迄壁迄大字我来写啦，啊，遐当时啊吼，才来一个王明仁兄啦，迄个是还未伫咱教会做长老，啊，来咱选伊做执事，啊，明仁长老，你读册人吼，啊，你会业兵吼，啊，无你来台湾做记录，啊，无来台湾记小啦。明年讲无啦，我也毋是读商的，我袂使。啊，袂晓哦，啊，袂晓你若肯做，就变做会晓，安尼对无？是不是安尼？咱的人生拢是安尼嘞，袂晓你若肯做吼，啊，就变做会晓。后来无咱问咱大家，我伫遮甲咱35年前伫遮时，你敢捌听着讲我咧教拔河？毋捌啦，我袂晓啊。啊，我甲上帝讨啊，我要讨一个会当运动甲人分享啊。啊，上帝就互我伫遐一直研究去，研究我怎变做国家代表队的总教练呢？啊，毋知我的学生佫会当去世界得前3名，佫摕冠军呢？所以这是圣经的话。圣经讲，你着为着耶路撒冷祝福，为着望因会当兴旺，为着因求平安而来。所以诗篇122篇是足温暖、足热情、足有迄个异象 vision。代表咧做这个诗是咧想象讲，哦，有真济犹太人对东西南北伫祭祀的时，大家互相招呼，迄毋是行一日的路咧，有当时爱行3日，行1礼拜呢。伫行路中间，若无朋友、无亲人，是安那足艰苦的呢。啊，无你来行看卖呢？对遮行路行到台北，家己一个人行。啊，无甲桃园教会兄弟姊妹做伙行，迄味无共呢。你敢知影？我来遮吼，拢叫当时的兄弟团契牵咧行呢。啊，拢定定带我去食物件的吼，是即个现任长老呢。哦，伊足够料理的，铁道好车拢会报阮去呢。啊，上次佫带阮去，会早做礼拜煞了，啊，著去礼拜堂暗时无做礼拜啊，再暗时无下晡时无做礼拜，啊，无安尼啦。咱来动工找迄个馒头啦，找馒头啦。哦，毋知影即个馒头是老三要长老去来听即个馒头来转来台中嘛，逐所在咧找馒头就对啦，来找馒头。啊，你若想想讲，迄个时阵伤着哦，礼拜煞了伤着，安尼2-3台车、3-4台车伤着就走去动工啦。哦，啊，明年兄就随来讲。牧师啊，紧啊啦，100公里尔啦，迄都毋是高速公路100公里咧，迄山路的100公里，就爱走要2点钟。
人嘛感觉安尼真欢喜快乐。迄个教会的气氛，大家感觉真温暖。所以，当诗篇122篇代表咧写这个诗时，是满有热情，满有想象，满有意象。所以，当一个人有意象，搁有热情，意象叫做 vision， 热情叫做 passion。这两项人有的时阵，教会一定兴。咱教会特别伫这段中间，中就着爱造就，大家互相相甲来祈祷，敲找咱的意象伫倒位，敲找咱元气头的迄个热情伫倒位，唔通失去，唔通失去。啊，总是咧，到第诗篇123篇，拄头拄仔你有甲我回应。做工嘛会跋倒，做工嘛会风险，做工嘛会互人排斥，做工嘛人看见啊，做啊啥物货啊，袂晓啊，爱要出头，我创啥货，两言两语，啊，做工敢若两只手啦，啊，众人目睭较济蕊啦，啊，喙较济，喙毋是较济声，哦，啊，你做工就两只手，啊，较济人咧在你嫌，做啊拢系。所以诗篇123篇就讲，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啦！当我互人嫌的时阵，我互人论断的时阵，当迄个骄傲的人咧看轻我的时，当迄个感觉真安稳自在的人咧让我踢笑的时，上帝啊，求你怜悯我，互我无安那倒求活倒转，我永远夜目。看主人的手，咱三个来看诗篇123篇。第一节，坐伫天顶的主啊，我夜目要望你，看最罗卜的目睭怎样望主人的手，最鲁比的目睭怎样望。主母的手，我嘛要，我的目睭也照安尼要耶和华我的上帝，直到伊怜悯我。意思就是讲，正人的话，迄另外一回事。我较要紧的就是我的夜目，耶和华求你怜悯我，看你有啥物让我指示的无。唔通嘅，这个时阵绝对唔通互相攻击。啊，这个牧师要离开，一定某某人吼意见真多。啊，这个人安怎个拄安怎吼？啊，那大家拢莫讲话啊，教会咧，啊，教会拢当话讲放咧互烂落去，唔是啦。咱着勇敢，他甲摇起来，咱的主，伊有安怎甲咱指示？女兵主母的手。咱知影讲吼，咱若耳孔来吼，咱的爸母转来，敢若行路的脚步声，咱就知影伊的心情啊呢。安尼对无？吼某某人讲话头，咱就知影伊话尾啊呢。啊，今仔日吼，人甲人无感情，讲话头也毋知影话尾，吼，佮讲10句嘛毋知影你咧讲啥物意思。安尼人甲人的沟通，人甲人会当心的，袂当心啦。所以诗篇123篇讲，主啊，在这个时阵，我的确着爱夜目来望你，我要得到你的怜悯。虽然有人看轻我，有人踢笑我，总是我要直直看你，得到你的怜悯。求上帝帮助咱。唔知我伫遮要求。我逐倒有提起老三家长老，因为伊过往伫顶个月，咱的牧师拄离开。我互罗金队长老你做代志长老，爱会晓为着伊举行一个对书的纪念礼拜，啊无嘛伫因兜举行一个伊爱吟的诗，最少嘛吹10首啊，啊若吹无吼，叫因请因太太，因太太是廖德龙长老的查某囝，做伊爱吟的诗。爱读的圣经，啊，做长老的人主理。各位兄弟姊妹，
我真意啊！我无顺路咧拿比讲唔通啦，唔通啦。我感觉我真意爱，这真优秀的伫教会的同工，恁拢着笑脸，留因好的模样。因好的模样，一定有好的模样，唔能看见因所做的代志。上帝的确会祝福伊的囝儿孙。我确信，许多人也行得正，做得好，专心敬畏上帝，上帝的确会应允祝福伫伊的囝儿孙。你有确信无？有，所以你就对你本身做起。各位兄弟姊妹，我确信。今仔日是德行教会65周年的纪念日周年，虽然咱无对外，咱家己内面，我相信，不管你伫德行教会有1年、2年、3年、4年，一定有水的代志。相信你会伫遮求上帝兴旺咱的教会。所以我一日来看到玲珑的上细汉小妹叫做苏胜是吧？伊负责咧鼓励人看册，真好。鼓励人看册，望上帝若互咱抑阁有精神的时，咱好好看册。咱三体祈祷，我时间已经到，所以我袂使阁继续讲落去。我抑阁有足侪话要甲咱讲，留咧后边。9月25，我会阁来遮讲道。我真希望迄个时阵，恁拢真自由佮自在。真自由，伫你的生命内面，真自由。上帝，我伫遮，请你来我找见我所做的每一样代志，求你坚固我的手，互我真自在。安尼好无？后边的事，咱个三个伫敬拜中间来体会上帝对咱所启示的。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求你帮助阮。乱这时阵，我袂晓抬头看你，我嘛袂晓抬头看，伫摆伫头前，你为着阮备办做水的情景，好的代志，阮敢若看阮本身软弱的所在。上帝啊，求你帮助阮过去，检查阮有失败，有犯罪，有软弱，有跋倒，求主你伫十字架顶的保护、赦免。怜悯、洗除阮的污秽，也洗除阮的心，洗清去阮的嘴甲阮的手，互阮无对过去拢存在伫迄个埋怨的中间。当日今仔日，互阮真自在，无惊吓自在。面对上帝，你互阮真是多向教会长老，即时也是退休的长老，也是圣歌队的队员，也是妇女团契等一日要改选，也是少年团契后礼拜佮过要改选。互阮爸爸大家拢真欢喜，有份伫上帝你的圣工。上帝啊，你帮助阮，互阮徛起伫即个中间，知影阮着应该爱扮演的角色。阮若软弱，求你陪伴，收拾阮困难。求你，阮若去互人体笑，求你安慰夫妻，互阮的心温暖，互阮知影阮所做的是为着主你的名，为着教会，为着兴旺主你的福音，阮就无热心即次，阮反倒转，为着主，为着教会来做工，受逼迫，受蹂躏，看做是极其荣耀的事。上帝，互阮亲像保罗先生，无了传福音做见效。无了受蹂躏、受关家做见效，因为阮知影，阮所信的是自罪，阮要交托阮的心伫你的手头，直到主你搁再来临。求你祝福阮的德行教会65周年伫遮来参加礼拜的每一位，阮安尼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要过来吟圣诗43首，人对我讲，打咱来去，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人对我讲，打咱来去，主耶
为咱上帝主耶和华，地上的诸恩公，我要替你求主无双，愿意主好帮助。请坐，咱即下要来奉献，由为主于执事甲老师用执事来施献。
请坐，我来报告。为报告的大声也有2项要甲大家通知啦吼，就是咱有看到头拄仔牧师有咧讲这个历史，咱的周报内底有看这个历史的纪要，有兄弟讲这60年甲65年拢无记着啦吼，因为这个历史的纪要是编写周报的人抄录。60周年，咱有特刊由萧祖文长老来写这个历史的纪要。因为历史若要写吼，都要有一个正确啦，甲公正吼，因为安尼啊，互志龙长老写落就袂使哩啊，吼，无影开玩笑啦吼。伊敢若加一项，上尾一个。2017年12月17，林新生牧师上任为本堂第9任牧师。所以讲60年甲65年的历史纪要，咱也未写啦。这毋是因为历史在写，咱知影吼，那当官写在写的历史是拢写伊家己好的啦所以讲甲大家报告，这是节录。60周年的特刊，萧祖文长老受小会委托来写，甲大家报告。牧师咧讲拜堂，咱即摆拜堂，我要请安琪，咱教会网站来，安琪来弄出来。咱教会网站，我无要搁一直介绍网站，你甲点入去，首页内底，搁来有来你看。教会的异象，牧师头仔咧讲迄个经伫倒位？你来咱听讨论经正伫倒位？你捌去你看过无？捌无？我毋捌的举手。等下邀请恁去你看卖。来经伫遮。咱咧拜堂的异象是啥？祈祷的手这边还未，祈祷一半尔，这边还未咧。来，咱用去看，去网站看。咱的网站看有侪的历史的记录拢伫遐，多谢安琪。咱家己去看，是安那会拢安尼？即个有啥物意义？咱会用入去网站来看。我无要直接搁介绍啊，因为我讲的嘛会走纸啦。咱去看好，多谢大家。咱来看周报，为报告大家，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托牧师互咱。真水的信息，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诗篇122篇第1节来，请。来，搁一摆来。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诗篇122篇第1节，下周的事奉表，请有旨意的，有轮值的同工，请旨意。过来，今仔日礼拜中多谢蔡牧师的主理讲道，多谢师傅。过来，咱等下要伫遮要翕相我等下。甲大家报告今仔是咱65周年的纪念。后主日，咱邀请7星中会黄美术团道如主礼礼拜甲讲道。后礼拜青少年团契主礼礼拜礼拜中咱有要举行这个升级的典礼，请咱兄弟为着这个咱教会的细囝青年朋友来祈祷，因要。读小学也好，要继续读9年的、7年级的也好，求主赐福。咱后礼拜教会要召开会长的会议，请咱各团契会长拨时间来参加，要伫迄个南洞餐厅12点开始，请会长甲这个教会员致意后礼拜上时注意要伫5楼要召开。教职员的会议，请老师同工
出席。啊，因为教会无即马无牧师的中间吼，因为有游民啦吼啥，啊入来，伊若薪水啥是无要紧，但是伊有一寡迫害的动作，吼，伊会开门爱伫咱的走廊遐困，啊，造成不便啦吼，啊，咱实在是无法度，安尼甲迄落吼，所以讲，咱教会的铁节门啊，即个门拢会锁起来。啊，咱若有来服侍的兄弟，咱才会记哩甲干事联络一下吼。比如讲，咱较早这铁门吼，啊要起来吵个啥，甲拜托咱的兄弟注意即个代志。啊，奖学金的申请，咱开始申请啊吼，啊干事来摕即个表吼。啊，过来顶礼拜咱有去看即个鱼菜共生的即个活动啦吼，啊有真侪启示也是啥吼，啊咱兄弟若有兴趣伫遮的，咱一礼拜拄开始的时阵就请老师来做种子老师，会甲咱教，啊一礼拜花费的时间袂真久啦，一2点钟尔，吼啊，即个详细，咱若要报名啊要来参加即款的活动，吼啊即个陈木成长老来报名，啊伊会甲咱详细的介绍，啊欢迎咱来参加吼。啊，如咱个小等呢，要年会解散，因为头一届有流会吼，啊望今仔日会当成会。过来就是9月初4，如咱个有聚会，财政团契今仔日11:45老虎堂也有聚会啊，报告通知。啊，为着咱的会长甲彭仪伫过来即个拜2甲拜5，要去台南大专中心参加这信仰的培根营吼。啊，伊题目是讲我在每个时代都爱你啦吼。啊，望转来看有他会较爱上帝一点无吼。因为阮查某囝甲我讲，我不去教会，上帝也没有因此没有爱我啦。吼，这是伊感受嘛吼。啊，他多无安，你没来教会，上帝也一样爱你。我嘛唔知吼，咱家己来迄落吼。过来，即个教员团契吼，即个年会吼啊，有疫情会个别通知，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啊，即个具体关怀的部分，就是林明正牧师有寄邀请函啊，咱教会有派。向即事前往贺礼吼，啊，其他的部分，咱职业，因为我这手底无新来的兄弟名单吼，咱职业，咱要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来代祷，代祷煞的时阵，咱要来唱即个生日快乐歌吼，祝咱的教会生日快乐，然后咱有。教会有准备即个蛋糕，吼啊，咱同食。即个在唱的时阵，我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来咱的台前，咱照往例要来翕大合照，吼，翕大合照。大合照翕了时，咱要徛伫原地来吟上行的诗。上行的诗吟煞的时阵，听蔡牧师来祝祷，咱伫原地祝祷，祝祷煞的时阵。咱就电乐，电乐的时阵，咱兄弟行转来咱的座位，等电乐煞，咱的礼拜来结束。礼拜煞，咱伫外口会将咱的小蛋糕分予咱兄弟，安尼好。即粒咱要来具体的代祷，咱那方便咱徛起来。为着咱家己，为着咱教会，为着咱兄弟，吼，咱来祈祷，请咱起立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真欢喜，伫即个笃行65年生日的时阵，阮要学罗你，感谢你，因为阮有缘徛伫主你的圣殿，阮少年。伫65年前，阮的母会这兄弟为着阮笃行教会备办这么好的所在，
阮少年，阮的信仰前辈，为着教会的道路，去年遮尔水的拜堂，会当互阮伫遮大天袂热，会当吹冷气，听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帮赞，互阮知影阮今仔日存在伫即间教会的意义甲使命。你帮赞阮，互阮每一个兄弟明白主上帝的调命甲旨意，互阮拍拼做工，互相带导，为着阮心灵创伤的兄弟，祝你圣神甲兄弟因带帮赞，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祝你亲自医治安慰，甲迄个痛疼的人，若甲治地，祝你的气力、教业、原用，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遐济，咱来唱生日快乐歌。啊，来这个中间，咱蛋糕会搭出来吼。啊，咱来头前，吼，咱要同一个，就倒行生日快乐。外语也好，台语也好。倒行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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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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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来，咱搁唱一遍的时阵，咱兄弟行到头前来，较大声的，倒行生日快乐，倒行生日快乐，咱请摆两只椅诶，徛咧嘛好啊，拢徛咧好，来头前来，咱要为面顶欣赏。来，我邀请咱的兄弟拢来，较悬的徛头前，高的站前面，更高的站后面。来，好来，继续咱琴，继续弹。倒行生日快乐，倒行生日快乐，倒行生日快乐，倒行生日快乐。来，楼顶的兄弟，咱加紧脚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病人，你的相机伫倒位？哦，伫遐。咱等下邀请一位同工吼，病人等下要落来翕，啊，你去甲伊翕吼。来，咱兄弟来头前，拢来头前，拢会用徛。咱请病人甲咱讲一下吼，倒位翕袂到的，咱就刷一下。请咱来头前，哦来。面顶搁用徛吼，遮搁一个空缺，遮搁一个位来，翕会到的位完整吼，来，遮一空，遮一空，遮一空来，咱等下要甲咱的喙罨摕起来，无会袂记呢，吼，袂记呢你吼，来，好袂？小阿姨用落来啊，不用兄来落来，你来啊，来落来。来，哦，姐夫啊，迄什么人？来，你用这来，喂，好，来，无免讲，来，病人安尼使无？翕会落无？可以哈。无啦。哪里开不到？都可以吗？好，都开得到，好。来，咱的口罩用摕起来，无等下袂见你。哦，
过103年的时阵要认你拢认无。哎，来，啊那无要摕无方便嘛，无要紧吼。来，炳云可以吗？殷慧姐，你那边来，跑到这边来。殷慧姐，你到右边去。殷慧姐，对，嘿。哦，殷慧姐，你给我右边对，嘿，袂歹。迄个小啊，这翕会对无？可以吗？炳云，好，你喊一下。苏胜杰，你无爱落来翕吗？好，安尼无你要替炳云等下搁翕一张吼，炳云等下落来。咱来吟上行的诗，咱踮遮现场来吟上行的诗，吟诗煞请牧师祝祷。三个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疼痛、天父上帝怜悯甲慈爱、圣神的感动，守属恁平安，对直接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咱坐伫原位，听候电乐煞，人甲离开，甲来行平安礼。
咱礼拜到这，请咱兄弟到外口会当领出这个小蛋糕。咱呢，有咧同齐有开年会，啊，我请伊准备两个便当，你看。しつつ主の門に賛美しつつお庭に心合わせ臨在に入れ主は慈しみ深い恵みはとこしえまでその真実は世々に至る我らは主のもの主の民その牧場の羊知れ主こそ神喜びの声上げよ来たれ主の前で喜びもって使えよ感謝しつつ主の門に賛美しつつお庭に心合わせ臨在に入れ主は慈しみ深い恵みはとこしえまでその真実は世々に至る我らは主のもの主の民その牧場の羊知れ主こそ神喜びの声上げよ来たれ主の前で喜びもって使えよ我らは主のもの主の民我らは主のもの主の民我らは主のもの主の民その牧場の羊知れ